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姜浩文。大家好嘛？一定要支持我哋嘅新電影《古槓》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你喺呢部電影嘅角色啊？其實我喺《古槓》裏邊嘅呢個角色叫做明哥啦。咁明哥呢個角色就係我從來都未做過嘅一個降頭高僧嘅一個徒弟。呢個徒弟平時咧都幾幫人嘅，即係有啲見義勇為啊，或者係用一啲自己嘅識得嘅降頭嘅小法術去幫人啊。有陣時見到啲睇唔慣嘅嘢，就會去教訓下人啊，咁樣樣係咯，一個心地幾好嘅一個降頭師傅咯。咁就係咯，跟住就喺戲入邊又遇到一件好唔公平嘅事，所以佢就企咗出嚟去處理一件事咁。咁第一次見到劇本嘅時候啦，你覺得最吸引你嘅地方係咩？第一次見到劇本最吸引個地方就係個戲名咯，嗰個古槓，因為我覺得而家喺香港又好，喺東南亞又好，呢一類嘅片種係好少，最近就好少。而家我諗好多觀眾已經係等咗呢一種嘅戲種出嚟，渴咗好耐想睇呢一種戲種嘅戲，所以我覺得係幾得意一件事。咁呢部電影當中咧，你飾演嘅角色啊，係有咩特別之處，或者你覺得呢個角色係最困難嘅地方喺邊度？角色最困難嘅地方就成日係夜晚開工咯，成日係夜媽媽開工啊，同埋一啲嘅法事嘅做一啲法術嘅一啲嘅特技嘅場口，係比較長時間花心機做啲，係呢樣係比較叫做辛苦啲嘅係。因為聽講電影係喺泰國、馬來西亞拍攝嘅，然之後你覺得啊，嚟到呢啲地方拍攝啊，會唔會真係感覺到比較靈異？有冇發生啲咩難忘嘅事啊？其實你話降頭喺東南亞嚟講，我係相信有嘅，因為我細個我聽我外婆講都聽過好多呢一類降頭嘅故事。我唔知係真嘅嘢定係故事嘅，我細個已經聽好多，所以我覺得喺東南亞拍呢一類嘅片，我覺得係好適合，同埋好有氣氛。你一去到東南亞，揸住呢個劇本喺個車度等埋位嗰陣時，已經好似嚟料咁樣，係。咁拍攝之前啊，你有冇特別去了解呢啲文化或者傳說？都有少少，但係唔得閒去了解呢啲文化傳說住，因為我從來未試過用一啲泰國話啊，或者係華語啊去嚟演繹一個角色。今次係正式係第一次，係有啲吃力嘅，所以我主要係喺啲語言方面，學習語言方面嗰度係嘥多咗少少時間咁咯。呢個係一部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泰國、香港演員一齊合作嘅電影。拍攝嘅時候，唔同文化背景嘅演員一齊合作啊，有冇特別嘅火花？都差唔多咯。我諗同一班年輕人一齊做戲係學到喺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。原來即係話俾你聽，而家世界上邊年輕人係中意緊啲乜嘢，興啲乜嘢話題，我都喺佢哋身上度吸收咗好多呢啲咁嘅知識。係啊，同佢哋拍戲好開心，冇乜嘢分別啊。佢哋都一班好有火嘅演員。係啊，而家年輕演員係好緊要。古槓係一部你一定估唔到嘅一部電影，希望大家都入場支持，有你着數。